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特别接见第27届雪顿节藏戏表演团队；司政边巴次仁出席第27届雪顿节闭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隆重庆祝第11世班禅喇嘛35岁诞辰；议长堪波苏南丹培朝拜阿约提亚的摩罗神庙；比利时联邦议会呼吁立即释放班禅喇嘛；西藏博物馆欧洲巡展暨西藏宣传活动圆满结束；驻尼泊尔办事处为藏语教师举办研讨会；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秘书长出席左星格列帕巴林创立17周年纪念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4月22号上午，在印度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庭院中，特别接见了参加第27届雪顿节的各藏戏表演团队的成员，以及出席西藏妇女协会第14次全体会议的各界代表，并在发表讲话时强调真理终将战胜一切。在上述各藏戏团队的成员依次向达赖喇嘛尊者献上传统藏戏唱段后，尊者在赞赏境内藏人的勇气和决心的同时，强调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地支持西藏人民，并表示他将住世超过110多岁，继续为西藏人民服务。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4月22号当天，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第27届雪顿节闭幕仪式。司政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对传统藏戏的重视度，呼吁流亡藏人社区积极培养相关专业人员，为西藏传统文化的延续做出贡献。司政表示，藏戏传统得以蓬勃发展至今，要归功于达赖喇嘛尊者的特别关怀和加持。同样，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也在致力于保护西藏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此外，藏人行政中央与印南扎西伦布寺联合于本周四4月25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办祝寿活动，隆重庆祝了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35岁的华诞。来自爱沙尼亚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优库卡勒赖德议员率领的代表团，印度西金邦政府宗教事务部前秘书次却林忍波切，拉达克佛教协会代理会长仁增多杰，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民主3大支柱的领导人、印度及各国知名媒体的资深记者代表团和数百名僧俗藏人出席了庆祝活动。司政边巴次仁和议长堪波苏南丹培在祝寿活动上发表嘎夏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声明时，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并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必须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向西藏人民和国际社会澄清所有有关第11世班禅喇嘛及其家人真实状况的疑虑。当天上午来访的爱沙尼亚国会代表团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进行了简短的交流互动。在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35岁华诞官方庆祝活动结束后，爱沙尼亚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优库卡勒赖德议员率领的代表团，以及来自印度南部扎西伦布寺和喜马拉雅地区4座寺院和协会的代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强烈呼吁各国政府、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关注第11世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的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营救班禅喇嘛及其家人。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苏南丹培于上周日4月21号在印度北方邦法扎巴德县应邀出席了在印度教圣城阿约提亚萨拉玉河右岸举办的2地祈福法会，展示了他对该地区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尊重。第二天，议长出席了在当地罗摩神庙举行的宗教仪式，众多当地知名政要也出席了活动。
与此同时，在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35岁华诞来临之际，比利时联邦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尔斯范胡甫和副主席缪塞尔科格拉蒂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遭强迫失踪29年的第11世班禅喇嘛及其家人。上述2名议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强迫失踪第11世班禅喇嘛长达29年的行为，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班禅喇嘛及他的家人，以及第10世班禅喇嘛寻访小组组长恰扎仁波切和其他藏人政治犯。他们在声明中还呼吁中国政府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选择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宗教领袖的权利，而不受到中国政府的蛮横干涉。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博物馆在意大利举行的为期1周的巡回展览，于4月14号在罗马圆满结束。此次在意大利展开的巡回展览活动于4月8号在罗马第一大学开始，随后在罗马的桑科蒂斯高中为该校的200多名学生举办了一场有关西藏的互动活动。4月11号，西藏博物馆馆长和工作人员参加了由意大利参议员安德利亚·德普里阿尔莫在议会大厦举行的会议，与会嘉宾探讨了西藏的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议题，并强调了加强双边合作和实践的重要性。随后，巡回展览暨西藏宣传活动继续在意大利北部的都灵展开，并在卡诺萨瓦蒂尼的西藏之家圆满结束。50多名支持西藏的意大利各界人士参加，重申了他们对西藏问题和文化保护方面的承诺。近日，西藏博物馆与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合作，继续在日内瓦举办主题为“流亡藏人传记与遥望故乡”的巡回展览。这一活动标志着在全球舞台上推广西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的巡回展览还将在瑞士苏黎世和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尼泊尔办事处于4月14号开始，在其附属的喜马拉雅佛教图书馆和西藏文化中心，为尼泊尔境内的藏人教师举办了一场有关噶尔登仁波切编撰的藏文教科书的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尼泊尔代表阿汪曲珠仁波切主持了为期2天的研讨会开幕式。驻尼泊尔办事处秘书长、前议员、各定居点行政官员、地方议会主席、西藏自由运动协会的主席、当地西藏学校和寺院的负责人等约70人出席了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秘书长赤练汪堆于上周六4月20号出席了在比利时纳穆尔省佛罗伦萨举行的左庆格列帕巴林佛学中心成立17周年庆祝活动。据了解，左庆格列帕巴林佛学中心每年都会庆祝其成立日，也被称为门户开放日。在藏传佛教尼玛派高僧左钦拉雅巴珠仁波切、洛本强巴诺姐和洛本次仁公布的见证下，西藏文化和灵修活动也在活动期间展开。巴珠仁波切的佛学中心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该中心每年还为比利时的周末藏语学校的学生举办夏令营。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